来则是嘉义水上的大仑村有一条路状况真歹，石头粒仔真多，有袂少的乡亲去掘倒。昨下晡甚至有一个老乡亲机车厝链，连人带车摔落边仔水沟仔底，重伤带入去加护病房。即阵乡公所才紧急来处理，甲路面先整好平。 就伊阿伯骑车经过这条路，已经甲速度放较慢啊，无想到讲路面无平，车突然间抓厝链，连人带车抓链落边仔水沟内底，救护车乌伊赶到现场，赶紧送病院，人受着重伤。路面就是非常的不平整，然后凹凸不平，坑坑洞洞。等下事故的现场就是嘉义水上的大仑村，这条路长差不多1公里左右，路面悬悬低低有落差，无平，而且满地拢是石头粒啊，行得无好行，骑车愈危险。你看这个其实都可以拿起来啊。伊那挡车个搞落去，然后个扶着吼，伊就一直放啊，一直拖。伊摔到安尼吼，真正是足可怜。我希望上阮来会当去重视这个问题，有一个农民吼有这个行的安全的所在。乡公所接到消息了后，赶紧派人去甲路面用好平，就是惊讲佫有乡亲的厝倒受伤。县政府佫来买进行改善的工程，但是这条路就是当地农民出门做事一定会经过的所在，因希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处理，莫影响到交通的安全。